今日示範一個低糖生酮嘅午餐，椰菜花焗飯配雞肉，做法方便，全程一剔過。生酮飲食好注重天然嘅食材，所以我都會揀一啲無激素嘅雞肉。為咗節省時間，我會解開啲雞肉咧，令到熱料快啲滲透入味。蒜鹽、黑胡椒，其我都選用天然嘅山茶油。山茶油有保護心血管、養胃護腸嘅作用。將煙肉切粒，椰菜花替代咗白飯，低碳水、高纖維、不升糖。用攪拌機將椰菜花打碎，加3隻雞蛋，再打勻，備一隻焗盤，將椰菜花均勻咁放喺焗盤上面，加入調味鹽、胡椒粉、山茶花油，蛋液均勻咁淋上去，鋪上煙肉碎，就可以直接放入焗爐30分鐘，220度。下層放上椰菜花飯，上層再放雞髀，一盤香噴噴嘅椰菜花焗飯就完成啦！簡單好味健康，一次過滿足一個生酮低糖午餐。最後記得關注同點讚我嘅視頻啊！